尋日做湯圓買嘅麻蓉同埋糯米粉比較多，一次過將佢做晒湯圓之後，我屋企人又唔多，所以一日當然食唔晒啦。剩返嘅我將佢放咗入去急凍格。之前喺網上邊見到有人煎湯圓，尋日元宵節當然用傳統嘅做法啦。今日即管試下呢個煎湯圓先，用個易潔鑊加入少少油，將啲湯圓一粒一粒咁樣放入去，唔好俾佢哋黐埋喎，用慢火慢慢咁樣煎，因為係喺急凍格攞出嚟直接煎，所以比較硬一啲。煎到佢稍為軟身就反去另一面，全部反轉晒之後，用個鑊鏟壓一壓佢，壓到稍為扁身就可以啦。我有幾粒壓得大力咗，所以個邊邊有啲爆口啊，唔緊要啦，笑口常開啊嘛。兩邊煎到金黃色之後，加入少少糖，再加入少少水，將個火較慢少少，冚上鑊蓋焗佢1-2分鐘。用呢啲透明玻璃蓋嘅就可以睇到裏面嘅水分啦。見到啲水分蒸發得差唔多，就可以喐下佢，等啲水分完全蒸發晒，翻炒多2下就完成㗎啦。試過味道覺得都唔錯，如果你哋做記得唔好壓咁大力啊。